为着要来赶这个疫调的速度，指挥官陈时中讲，要开始大量来推广这种社交距离的 App。未来可能会要求着公务人员，或者是参加演唱会民众，爱出示这个 App， 安尼才会当伫上紧的时间内，针对着确诊个案的接触者来做采检，甚至要用这个社交距离的 App 来代替着实名制。也毋过有专家来担心，讲并无强制民众都爱下载这种的 App， 加上手机若无开蓝牙，就会失去着功用。所以来呼吁讲，这个实名制加 App 也是爱同时来使用，安尼较妥当。我们现在到任何地方都还是要扫防疫实联制，不过未来指挥中心将采用社交距离 App 来取代实联制，也就是呢下载 App 开启你的蓝牙，就可以知道有没有和确诊者的足迹重叠。设计真简单，嘛在了解过去14天来，敢有甲确诊者去过同一个所在，下载 App 了后，开这个蓝牙加接触通知的功能，系统就会随机出现 ID 来保护个人资料，而且每15分钟会换一摆。若是无甲确诊者接触，那呢，逐天暗时6点到10点会收到安全的通知。不过，你若过去14天内，捌甲确诊者有2公尺来接触有超过2分钟以上，那呢就收到警讯，请联络1922。这其中所有关键就是蓝牙。透过手机蓝牙信号的强弱来比对，甲确诊者接触的距离、甲时间的长短。换一句话讲，你若无下载 App， 嘛无同时开这个蓝牙，那呢，这个 App 的功能就会失效，根本就无作用。大家要全部都下载，全部都使用，全部蓝牙都有开，才有可能。很多老人家嘛，他们连蓝牙都不知道怎么开，连下载都没有下载，并没有超过80%以上的人去下载的话，这个 APP 达不到它应有的效果了。目前全台湾有超过600万人下载使用，若是达到1200万人的使用者，就会使代替实联制，会使减少疫疗的人力。是讲下载 App 无强制力，若是专门要求执行，恐惊嘛有人权的问题。如果这个作为延伸到疫情之后的话，恐怕会有违反人权之虞。如果这个社交距离 APP 要落实的话，一定要在实联制的情况下才能够落实。既然会有一些人权上的疑虑的话，那个要推行这个计划的政府相关官员就要出来，然后跟大家讲清楚。要安怎有效防疫规则，佫会使适用各种的族群。看这个办事，指挥中心就要好好想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